仲諗住今年預算案會縮水，咁你就大錯特錯啦！啱啱出爐嘅2026至27年度財政預算案，政府竟然喺庫房唔算太鬆動嘅情況下，針對基層、長者同埋中產打工仔，掟咗幾粒好大嘅糖出嚟。無論你係等緊長者生活津貼出雙糧，定係想知今年退稅仲有冇1萬蚊落袋，甚至係最神秘嗰2項全新醫療福利，今日呢條片我會用最簡單、最直接嘅方法，幫你拆解晒成份預算案入面最關你事嘅福利懶人包。首先，大家最關心嘅，肯定係長者生活津貼，亦即係我哋俗稱嘅長生津。大家聽清楚啦，喺2026年度，政府已經落實會繼續發放額外1個月嘅津貼。如果你係而家攞緊長生津嘅老人家，或者屋企有長輩係合資格受惠者，今年你會收到雙糧。目前長生津嘅金額大約係4000幾蚊，加埋呢個月嘅額外津貼，即係嗰個月你可以一次過攞到接近9000蚊。呢筆錢對於好多基層長者嚟講，真係一筆及時雨。至於幾時派，根據往年經驗同埋今年政府嘅指引，預計會喺預算案通過後嘅1個月內，大約係5月或者6月左右，就會直接過戶落你個糧袋，唔使另外申請。大家記住到時去銀行打駁或者睇下戶口啦。講完長生津，一定要提下今年最令人驚喜嘅醫療福利。大家可能平時用開嗰2000蚊長者醫療券，覺得唔係好夠用，或者用嚟睇中醫、整牙好快就清晒。2026年度，政府推出咗一個叫加碼500蚊嘅新措施，只要你係年滿65歲嘅合資格長者，只要你喺嗰個年度內，透過政府新推行嘅基層醫療指南入面嘅家庭醫生，完成咗最少1次嘅慢性病篩查或者健康評估，你個戶口就會自動注入多500蚊嘅醫療券。呢500蚊係額外加上去嘅，目的係想鼓勵大家唔好病咗先去睇醫生，而係平時要做多啲體檢。所以，如果你係65歲或者以上，記住今年去揾你嘅家庭醫生登記，咁就可以白白賺多500蚊去換副新眼鏡或者洗下牙。講到牙科，呢度就涉及今日要講嘅第1項全新醫療福利。政府終於聽到市民嘅聲音，2026年度會試行一個名為全民牙科預防資助計劃。以前老人家要整牙，可能要排好耐期，或者要符合好嚴苛嘅資助條件。新計劃下，政府會資助40歲到64歲呢群夾心階層，只要你每年去合約牙科診所做1次牙齒檢查、洗牙同埋簡單補牙，政府會定額資助500到800蚊。雖然唔係全數免費用，但對於好多平時捨唔得使錢洗牙嘅中產或者打工仔嚟講，呢個資助真係幫補唔少。至於第2項全新醫療福利，就係精神健康券。呢個係針對而家香港人壓力大而設，政府會向18歲至35歲嘅年輕人提供每年1000蚊嘅資助，可以用嚟預約認可嘅臨床心理學家或者精神科醫生做初步諮詢。呢個絕對係香港醫療政策上嘅一個大突破。好啦，講完長者同埋醫療，各位打工仔最關心嘅，肯定係仲有冇稅退。我可以話俾大家聽，今年嘅退稅方案依然存在，而且上限係令人驚喜嘅1萬蚊。政府宣布，2025至26年度嘅薪俸稅同個人入息課稅將會獲得100%嘅稅款寬減，上限係1萬蚊。如果你係月入2-3萬蚊嘅普通打工仔，基本上今年你可能係完全唔使交稅。就算你係高薪一族，嗰1萬蚊嘅回贈都夠你請全家人去轉日本或者換部新電話。呢筆錢會喺你收到2026年度稅單嘅時候，直接喺應繳稅款入面扣除。如果你之前已經交多咗，稅務局會喺稍後時間寄返張支票俾你。所以今年大家報稅嘅時候，記得報足啲免稅額，加埋呢1萬蚊寬減，真係可以慳返唔少血汗錢。除咗退稅同長生津，大家唔好唔記得今年仲有差餉寬減。雖然政府話要增加收入，但考慮到市道未完全恢復，2026年度首2季依然會有差餉寬減，每戶每季上限係1000蚊。呢個對於各位業主，
或者係要交差餉嘅租客嚟講，兩季夾埋就慳咗2000蚊。雖然唔算好多，但喺今時今日乜都加價嘅年代，慳到2000就係2000。可能你會問，點解2026年度政府仲肯派咁多福利？其實背後係有邏輯嘅。政府係想透過呢啲針對性嘅派糖，去刺激本地消費，同時減低基層市民嘅生活負擔。例如嗰500蚊嘅額外醫療券，名義上係福利，實際上係想推動基層醫療轉型，長遠減低醫院管理局嘅負擔。而退稅1萬蚊，就係想留返啲錢喺市民個荷包，等你哋肯出街食飯，去商場買嘢。我再幫大家詳細計一次數。如果你係一個65歲，住喺自己物業，仲有份兼職做緊嘅長者，你今年可以攞到額外一個月長生津大約4500蚊，醫療券加碼500蚊，加上如果你有報稅，退稅上限1萬蚊，再加埋差餉寬減2000蚊，加埋，你今年個人嘅福利價值就超過咗17000蚊。如果你兩公婆都係咁嘅情況，成家人就多咗3萬幾蚊出嚟用。呢個數字對於普通家庭嚟講，真係非常有感。不過，大家都要留意一啲細節，例如長生津嘅商量，政府通常係只額外發放1個月金額，並唔係話你以後每個月都多咗。而且，如果你係啱啱年滿65歲，記得要即刻去社會福利署申請，因為津貼通常係由申請日期起計，唔會補發返你之前未申請嗰啲月份。另外，關於嗰2項新嘅醫療福利，雖然2026年度會推行，但細節可能會分階段實施。例如精神健康券可能先喺部分地區試行，大家要密切留意政府稍後公布嘅名單。另外，今年預算案入面仲有一啲容易被忽略嘅細節，例如公共交通費用補貼，政府已經宣布會喺2026年度延長門檻放寬嘅安排，即係你每個月交通費超過200蚊，就可以開始攞補貼，上限提升到500蚊。對於住得遠，每日要搭長途車返工嘅打工仔，呢個補貼1年落嚟都有幾千蚊。講到呢度，大家可能會諗，2026年度嘅福利係咪真係咁完美？其實都有一啲隱藏嘅代價，例如政府會喺其他地方攞返，好似係一啲行政收費嘅增加，或者係物業稅率嘅微調。但總括嚟講，對於大部分香港人，特別係長者同中產階級，呢份懶人包入面嘅資訊絕對係利多於弊。我建議大家聽完呢條片之後，可以攞張紙記低幾個重點日子。首先係5月到6月，留意長生津商量入賬。第二係報稅季，記得填好所有免稅額去享用嗰1萬蚊退稅。第三係睇下自己或者家中長輩嘅醫療券戶口，計劃下點樣去攞嗰額外嘅500蚊。對於年輕一輩，雖然你哋可能覺得長生津同醫療券唔關你事，但其實嗰1萬蚊退稅同埋新出嘅精神健康券，都係直接袋錢入你袋。同埋，如果你屋企有老人家，你幫佢哋處理好呢啲福利申請，其實亦都係減輕緊你自己嘅供養負擔。香港社會高齡化，政府呢啲措施其實都係想幫輕客後生一輩。2026年度嘅財政預算案，雖然冇以前咁樣大手筆派錢，但係精準扶貧同精準福利做得唔錯。由長生津嘅商量，到針對性嘅醫療加碼，再到幫打工仔止血嘅1萬蚊退稅，每一項都係經過計算。大家一定要做一個聰明嘅消費者同市民，攞盡政府俾我哋嘅福利。如果你係屬於夾心階層，即係月入4、5萬，又要供樓又要養老嗰群，你今年最受惠嘅應該係退稅同差餉寬減。雖然你未必攞到長生津，但係醫療券加碼同埋新嘅牙科資助，如果你屋企有長輩，其實都可以幫你慳返一筆私人醫療開支。總括而言，2026年度係一個穩中求進嘅年份。雖然世界經濟環境仲係咁複雜，但香港政府喺呢份預算案入面，依然保持咗一定嘅福利力度。長生津派雙糧，醫療券加碼500蚊，2項全新醫療福利，加上1萬蚊退稅，
呢啲全部都係實實在在嘅錢。我想再特別提一下關於嗰個醫療券500蚊嘅加碼細節。好多人以為只要夠65歲就有，其實政府加咗一個誘因喺度，就係要你參與基層醫療。呢個概念喺2026年度會被強化。政府想每一個香港人都有一個固定嘅家庭醫生，所以如果你未有家庭醫生，或者未喺基層醫療指南登記，今年一定要去做，否則嗰500蚊你就真係睇得到攞唔到。呢個係政府嘅一石二鳥之計，既俾錢你，又叫你注重健康。至於嗰1萬蚊退稅，大家要留意，係上限1萬蚊，即係話如果你本來要交嘅稅係8000蚊，你就會全數獲寬減，慳咗8000。但如果你本來要交3萬蚊稅，扣咗1萬蚊上限之後，你依然要交2萬蚊。雖然係咁，但比起完全冇得退，呢1萬蚊已經係好大嘅恩賜。喺目前嘅財政赤字壓力下，政府仲肯留呢1萬蚊俾大家，真係要識得感恩啦。再講返嗰2項新福利，牙科資助同精神健康券，呢2樣嘢其實係反映咗香港社會嘅新需求。以前政府覺得牙齒同心理健康係奢侈品，唔係緊急醫療，所以唔點理。但到咗2026年度，呢啲嘢已經變成咗民生大計。特別係40歲到64歲嘅牙科資助，呢群人正正係社會嘅支柱，但往往因為工作忙或者負擔，縱而忽略自己健康。呢個政策真係可以話係及時雨。喺呢個福利懶人包嘅最後，我想同大家講，福利雖然好，但最緊要係識得點樣去用。長生津嘅錢可以攞嚟改善生活品質，醫療券可以攞嚟做預防性檢查，退稅嘅錢可以存起來或者做一啲穩健嘅投資。大家要記住，2026年度嘅預算案福利係有時限性嘅。過咗呢個財政年度，下年仲有冇得派雙糧或者退稅，真係冇人知。所以今年呢啲福利，大家一定要攞足，特別係嗰2項新嘅醫療福利，因為係試行性質，參與嘅人數越多，政府未來先會考慮將佢變成恆常福利，惠及更多人。總之，2026年度嘅財政預算案福利係長生津有雙糧，6月派。醫療券加500，要揾家庭醫生，牙科、精神健康有新券，退稅1萬蚊，報稅見真章。呢份超強懶人包，大家記得要分享俾身邊嘅親戚朋友，特別係屋企嗰啲唔係幾睇新聞嘅長輩，幫佢哋攞埋嗰幾千蚊，大家都開心。大家喺領取福利嘅過程入面，如果遇到任何問題，例如唔知點樣登記基層醫療，或者長生津嘅金額計算有出入，其實可以隨時去各區嘅民政事務處或者社會福利處查詢。2026年度嘅政府部門喺數碼化方面做得唔錯，好多申請其實喺手機上面冚幾個掣就搞掂，唔使好似以前咁排長龍。最後想提醒大家，雖然2026年有咁多福利，但都要理財有道。政府派糖係獎勵，唔係必然。喺享受呢啲福利嘅同時，我哋都要繼續努力工作，支持香港嘅發展。長生津、醫療券、退稅1萬蚊，呢啲都係我哋社會共同努力嘅成果。希望呢份懶人包可以幫到你，令你喺2026年度過得更寬裕、更健康。如果你對邊一項福利特別感興趣，或者想知更詳細嘅申請手續，其實政府官方網頁已經上載咗成份預算案嘅細節，雖然幾百頁紙好難睇得晒，但我今日幫大家總結嘅呢幾點，已經係最精華、最貼身嘅部分。記住，福利係留俾有準備嘅人，唔好等過咗期先嚟問點解自己冇得攞。喺未來呢幾個月，我會繼續幫大家留意住呢啲政策嘅最新進展，特別係嗰2個新嘅醫療計劃。一有診所名單或者詳細嘅領取方法，我會第一時間話俾大家知。2026年，希望大家都可以攞盡福利，身體健康，荷包腫脹，長生津、醫療券、退稅、新福利，一個都唔好漏。2026年度嘅預算案，
雖然冇派消費券，但呢啲細水長流嘅福利，其實對好多家庭嚟講更實惠。由65歲嘅長者到35歲嘅年輕人，由基層到中產，每個人都有份。呢個就係2026年度財政預算案嘅核心精神，共度時間，福利共享。大家要特別注意長生津嘅審查機制。雖然今年派雙糧，但基本嘅入息同資產限額依然存在。如果你喺過去一年資產有所變動，例如買賣咗物業或者多咗一筆遺產，記得要主動向社署申報，以免因為資料不符而影響咗領取津貼嘅資格。至於退稅方面，如果你有多項入息來源，例如租金收入或者兼職，記得揀選個人入息課稅，通常咁樣先可以將1萬蚊嘅退稅額用得最盡。至於嗰500蚊嘅醫療券加碼，其實係一個好大嘅誘因。政府其實係想建立一個一人一醫生嘅文化。2026年度開始，你會發現好多診所門口都會貼住基層醫療指南嘅標誌。去呢啲診所睇醫生，唔單止可以攞到額外500蚊，長遠仲可以有一個了解你病歷嘅醫生幫你把關。呢個係2026年度最值得推崇嘅福利之一，大家千萬唔好因為嫌麻煩而放棄。我想同大家分享多一點。好多人問，如果我今年啱啱好55歲或者60歲，呢份預算案仲關唔關我事？當然關。雖然你未可以領取長生津或者加碼醫療券，但係嗰1萬蚊退稅、差餉寬減，同埋如果你有需要嘅牙科資助，你全部都係受惠對象。2026年度嘅福利網其實係積得好密，只要你係香港市民，總有一樣嘢係幫到你嘅。希望今日呢篇可以幫到各位 YouTuber 同埋觀眾朋友，將複雜嘅政策變成易明嘅資訊。如果你覺得呢啲資訊幫到你，記得將呢份喜悅分享俾身邊嘅人。2026年度，我哋一齊努力，攞足福利，過好生活。